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2章21节到40节。路加福音第2章21节，婴仔出世第8日，甲伊割礼的日到，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这个名是玛利亚还未怀孕的时，天使甲伊号的。照摩西的律法，洁净礼的日过了，约瑟甲玛利亚抱婴仔去耶路撒冷，要将伊献予主。照主的律法记载，头一体的查甫囝，拢着性别归予主。搁照主的律法规定，着献一对斑鴿，还是2只粉鸟仔囝做成礼。迄时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名叫做西面。这个人义搁敬虔，一直伫期待以色列的复兴。圣神有甲伊同在，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，入去圣殿。拄迄时，耶稣的爸母抱婴仔耶稣入来，要照律法的惯例，甲伊举行仪式。西面用双手抱婴仔，称赞上帝，讲：主啊，担照你的话，予你的仆人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到你的拯救，就是你为万民所准备的，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。耶稣的爸母听到西面讲起关系婴仔的事，真着惊。西面甲因祝福，搁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：这个婴仔受选立，是要予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，真侪人爬起来，搁真做受攻击的记号，予真侪人心内的意念露现。你本身的心嘛会互来剑插痛过。搁有一个女先知安娜，是亚瑟之族的法雷勒的查某囝，伊已经真老，伊结婚了，甲丈夫生活7年，现在已经84岁。伊拢无离开圣殿，每日服侍上帝，禁食祈祷。拄迄时，伊嘛来感谢上帝，对所有在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，讲起这个婴仔的事。约瑟甲玛利亚照主的律法，完成一切的规定，就转去加利利，到因的故乡拿撒勒。这个囡仔渐渐大汉，日日勇壮，充满智慧，上帝的恩惠甲伊同在。默想，约瑟甲玛利亚照摩西律法的规定，抱细汉耶稣上耶路撒冷入圣殿，甲耶稣奉献予主。这时，敬畏上帝，佮迫切祈求看到弥赛亚的义人西面，甲每日伫圣殿敬拜上帝的先知安娜，看到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感动甲懊恼无煞，佮讲这世人无遗憾，通随时灭世。伫迄个时代，要去圣殿的交通真无方便，期待弥赛亚再临，嘛是迄当时的社会袂当普遍接受的信仰。毋过，这2位老信徒亲目看到耶稣，就应验久长以来因的期待，
通想象迄当时的感动，佮懊恼无煞的画面。若是今仔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降生，为咱众人定是一个，咱随时拢会当靠祈祷进入上帝的圣殿，亲近耶稣，佮对伊讲话。甚至若是咱求圣神随时会甲咱带。借问，咱敢邀亲像永过的西面甲阿那，迄款迫切期待甲上帝三拄亲近主耶稣？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的降生，互阮通得到拯救，嘛互阮甲上帝中间无搁再隔离，搁通不管时进入你的圣殿，你来祈祷。主啊，帮助阮迫切找求你，会当安然自在来到你的面前，唱歌跳舞进入你的圣殿，互阮伫你的殿内享受永远的福乐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求，阿门。